the time now.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 喂，妈妈。格瑞，抱歉，妈妈和爸爸的研究出了点状况，今年也没办法赶回国陪你了。知道了。明年新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回去的。对了，格瑞，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要去买黄冈加强版密卷，今天是限量发售第1天。什么考卷会挑在新年发售啊？压岁钱给你转过去了，别忘了买几箱牛奶。会买的，谢谢爸。和爸爸妈妈说什么谢谢啊？妈妈今早和邻居家的秋说好了，今天年夜饭你记得过去一起吃，不要只顾着在家里刷题。明白了。怎么了吗，格瑞？没什么，买试卷要紧。沈金耀同学，我们已经在这儿站了20分钟了。老师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过马路呢？我在等，第9个绿灯。这3天的牛奶已经买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加德罗斯。格瑞，你也来买试卷？偏偏碰上了最麻烦的家伙。这是最后一本了，不能让给你。真巧，我也没有让的意思。来一决胜负吧，格瑞。你先松手，试卷快碎了。那你先认输。有纷争的地方就有在下。你哪儿钻出来的？风纪委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身为学员风纪委员，在下有义务主持比赛。第1，绝对中立；第2，公平公正；第3，友谊第一。新年第1天，不要打打杀杀。这份密卷，在下已经做好判决了。你们先带回去做，下周过来集合，再交换，不就行了吗？在下到时候会负责见证你们各自的得分。娃娃机太容易了，你想要哪个？我随便就能抓到。那我要……你要本小姐的？真没看出来，你那么想要我的娃娃。凯莉，我想要的是……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啊要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居然失手了！你等等，一次失误而已。这种机器也敢小看本小姐？可是，我抓到了，送给你了。那谢谢凯莉，我也想自己试试。多管闲事的渣渣！哎，这位同学，对高年级的学长是不可以这么没礼貌的。虽然现在是假期，但在下还是可以扣你的分。你扣啊，你扣啊，你扣啊！看看是你扣的多，还是我考的多？好吵，想回家做题。格瑞，你果然去买牛奶了啊？什么事？姐姐催我来找你一起去吃年夜饭。加德罗斯那个危险的家伙怎么跟在格瑞后面？加德罗斯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顺路，渣渣，你可别想跟过来。哈？区年夜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那在偏要去。你学弟们，新年第1天，都和气一些，别吵架呀。我先走了。格瑞，喂，等等我啊！你跑什么？一起去吃饭啊！那是我家的饭。加德罗斯同学，你的试卷掉了。
啥？要不要一起去我家吃饭啊？正好今天本小姐也没别的安排。安丽姐，你呢？娃娃机空了。你们终于来了！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？美丽的女士，新年快乐！秋姐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姐姐，我回来啦！大家快进屋，外面冷。打扰了。新年礼之后会派人送过来。快进屋吧。经过紧张的厨房准备，这顿年夜饭终于开始了。子腾今天不过来吗？会变成这样？子腾他说有家族聚餐得去。吃完饭就来做题吧。真可惜。加德罗斯同学，姐姐今天做了好你未免也多海鲜。吃太多汉堡了吧？姐，你放心，这样没营养我的东西不挑食。长不高。吵死了，渣渣！你也没多高。抓了那么多娃娃，你这对人不礼貌的态度，也得改改。海丽，能帮我吗？闭嘴！阿米秀前辈干得好。你也给我闭嘴！吃完最渣我让我的管家开车来接我们。好想回去做题。格瑞，新年也不能只想着做题哦，要和大家一起过年才开心嘛。格瑞，送你娃娃。喂，那本小姐的呢？格瑞，今天要吃完才能回家哦。快，吃完了来做题。就让在下来做你们的裁判吧。也不算太坏吧。儿子居然去别人家吃晚饭，果然是嫌弃我了。